成就者的弟子摄受了众多眷属，因此他正在传法时，他的上师以乞丐的形象来到他面前。他不好意思在大众中顶礼自己的上师，装作没有看到。下午法会结束后，他立即去北见上师应作顶礼。上师说：“刚才为什么不顶礼呢？”他说：“我没有看见上师。”话刚出口，他的2颗眼珠就落到了地上。后来他请求上师宽恕，并说了实话。上师做了加持后，他的眼睛才恢复。此外，印度大成就者黑行大师也是同样。他与许多眷属一起进入航船渡海时，他心里想，我的上师虽然是真正的成就者，但从实践的眷属受用等方面来说，我还是更胜一筹。刚刚升起这个念头，航船立即沉入海中。在水中遇到极大的艰难时，他马上祈祷上师，上师亲自降临，解除了打海水的部位。上师说：“因你生起了很大的慢心，所以得到这样的报应。我也是没有致力于寻求眷属受用，否则若致力于那些的话，至少也会成为与你同样的人。往昔已出世了无数不可言述的佛，以大悲的大悲心也未能救护我们，而今我们这些众生人人飘于轮回的大苦海中，昔日出现的不可思议的成就者高深大德，我们也未能成为他们慈悲关照的对境，甚至连面见他们的缘分也没有。如今佛法已到末期，五浊增盛之时，我们虽已获得了人生，但只是随不善业而转，不知取舍之处，犹如无依无靠的盲人漂泊于空幻的荒野之中一样。此时诸上师、善知识、圣者们以无量的大悲心转引我们，即显现适合各自不同缘分的福特加勒身相。虽然他们安住于佛的命运中，但行为却随顺我们反复，比通过善巧方便摄受，使我们趋入正法，殊胜正法之门，打开我们驱使的双眼，并无有错妙、无有迷乱的开始解脱骗执的圣道。实际上，上师的功德与诸佛无有差别，但对我们而言，上师则以胜过诸佛的恩德加以救护。因此，我们应当随时随地以3种信心精勤依止上师。这以上呢，就是在共同外潜心的方面。最后是怎么说呢？学习上师的依行的方面呢，就到这里就圆满了。所以这个地方呢，就也是后面有4句。那我们每一个这个科的后面都是有4句这个巴珠仁波切写的就是好像就是他与他一样的众生的我们不够努力的部分。那巴珠仁波切为什么讲到就是我与我，那就是巴珠仁波切肯定不是那样的，但是我们众生基本上都是这个样子。虽然我们遇到了佛法，遇到了怎么说呢，那个下面人生但是我们自己的行为是完完全全就是没有办法再提高，未能够可以再依止上师的这种标准所以虽欲圣师，然后切比劣行
有，是吧？对。所以这个部分来说的，就虽然我们遇到了非常殊胜的上司，但是我们自己就有非常恶劣的一个行为。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执着感，我们自己的无度的烦恼遮住了我们自己的真正的智慧，所以呢没有办法在提高能够可以一直上师的一种标准上。所以我们平常要知道，修持佛法是为了什么呢？我们修持为什么说要学习修持？学修这两个的层次那就首先要学，然后再修。如果不学的情况下修，不知道怎么样的去修。所以这个里面呢讲到的就是一直上师的方面，因为主要是修持佛法的一个人不能没有上师。如果是有上师，上师必须得要对你起一个真正的一个上师的作用的话，首先必须得要知道自己的这种恶行，自己的恶劣的这些行为必须得要去除，必须得要怎么说呢？严厉这些行为。那么严厉这些行为的话，那就要学习要观察自己的内心，观察自己的一切的行为，才是可以。就像我们这次在这里，我就做一个简单的闭关每天到晚都是你们每一个人都好像不是特别的懂所谓的闭关是什么，好像闭关的时候都好像就很想去看一下上师，很想跟上师讲过话，这种是不行的。就是闭关就是闭关那么上师就是上师，弟子永远也是弟子。所以就等到你能够可以在成佛的时候，那就一样的，佛跟佛一样的。但是这个之前都是上师是必须的就是上师。那如果是怎么去医治这个方面来说的，就不好好的去学的情况下，我们的修心的时间是什么时候？你自从皈依到最后成就的这个整个的过程，就是你在修行。没有一天说今天是修行的时候今天是不用修行的时候，没有这样的。所以在任何时间当中，都是自己必须得要重视自己的一切行为，自己的一切的这个思维那么如果是有一些不好的怎么说呢，思想，不好的念头，那这种时候呢怎么办呢？那这个时候是当然一定要认出自己的烦恼跟自己的业力带来的障碍。所以必须得要改变自己，必须得要纠正过来。自己要就像一个纸张，比如说就像一个纸张，它如果是这样我们卷起来放着几天时间，它放起来还是一样的卷着的。那但是这个我们就是必须得要成品的话，那就是重新把它弄一个重新卷，或者是用什么东西把它成品，它又变成一个平的。就像这样，我们自己的内心本来就是清净的，但是我们的一些业障我们的烦恼所变成污染，所以就不清净了。那么我们这个呢，就是好好的就是调伏自己的内心，好好的就是改变，要修过来，那是有机会的，可以有修持的方法的。但是这个如果我们没有在真正的去修持的情况下，那我们就没有不会得到任何的成就感不会得到任何的帮助。那这第二个还有那个第二句谁获圣道人跑非道眼。那这个意思就是来说的话，就我们已经虽然已经得到了正道，我们就能够可以去的一个殊胜的正道，非常殊胜的，我们已经得到了成佛的道路。但是我们自己呢，就是会继续走到能够可以再堕入轮回的这样的一个邪道。我以如何恶心诸有情。那么这个部分来说的八智仁波切是我有如我
这就是他的要引导我们，他也是修持而得到成就的意思，不是说一出生就有多么殊胜的成就，但是他就是重视佛法一直上师各个方面呢，就是在跟其他人做了不一样的努力，得到非常不可思议的成就。所以这个呢，就是他做了一个祈愿秩序正法调伏其加持。那么这个来说到，就是要调伏自心，以佛法来调伏自己的自相续然后能够可以得到诸佛菩萨上师三宝的加持，以这样的一个祈愿。那前面第一个呢，就是既然我们获到我们得到殊胜的这个教法，殊胜的上师，殊胜的这个修持的人生，但是我们以自己的过去从无始时来已经到现在一直不断的在行持的这个五度的这种不好的习惯，就一直继续下去的话，那我们的前面的所有的这些在这得到的这些机会都是会失去的，没有用的，对我们没有用的。然后同样的，我们获到了呢，我们得到了一个非常殊胜的路可以走，能够可以继续努力的走的话，我们可以得到佛陀的果位。但是我们仍然呢，就是这些可以走的真正的道路，我们就不走，然后走骗道，然后就不如法的行持，那这就是骗道我们经常说着火入魔意思就是来说到，就相当就是我们既然作为一个佛教徒得到了这么殊胜的佛法传承，这么殊胜的道路可以走的情况下，我们就选择另一个就是懒惰愚痴黑暗的路。所以呢，我们就放弃了殊胜的这个教法，放弃我们的这个能够可以真正的解脱的道路，然后走了偏道，那就只有在留下了继续轮回的一个因缘。然后我和他就讲到，就是说我与如我恶性，这个恶性是非常重要的。很多人认为自己的恶行呢，就是当作是功德来看的，都说我是多么厉害，多么厉害，多么厉害，讲出来讲述一下他过去是有太厉害做了什么，那都是伤害人家的事情那世间人来说的炫耀说我是怎么厉害那么厉害，我怎么去骗了人，我怎么去跟人家就是那个赚了便宜什么等等等等的各种各样的，都是认为是自己是太厉害。尤其有些人呢，就虽然在学习佛法，当然就是在这个当中来说的也是没有真正自己看照自己的内心的这种智慧，那么智慧气傲慢，仅仅知道一些佛教的一些用词和见到了一些上师等等的。当然见到一些上师呢，知道一些佛教的用词是当然有功德的，但是如果你自己没有真正的把这些的道理怎么说呢，对照自己的内心的这些思想和行为的情况下，你是一个那种恶行者的情况下，会起烦恼佛法的真正的内容你不懂，然后你自己认为你是多么了不起的，好像看不起这些所有的金刚师兄看不起上师的功德，也看不出来金刚师兄的这种精进努力修持的功德，一个都看不出来，只认为是自己很了不起。那这种时候呢，就也是一样的，必须得要知道你自己也是众生，所以就这些体验是这种时候非常重要的。用自己的怎么说呢，那个狡诈的用自己的恶行，用佛法的怎么说呢道理来好好的去调伏这是非常重要。那么以上呢，就是在一直上师引导
中上师指引导中共同外潜心圆满意。那么这个以上呢，就是共同外潜心的部分是已经圆满了。资本做人着扛着